做生理。论真生理人，若干那为顶手搬便品回来，照本塔挂，就随卖出去。这内底所费总扣扣咧，找有一寡利润，通地入来靠落啊小小，就真正土地公有保庇，规暝冲甲目屎膏强要顶落来。啊若长宵时行的大社会，介绍拢嘛写甲大底大底，大家老伙老弟才有生理通做。有时阵，搁着兼开发票，互人客报销，就惨啊！趁有控误的利头，就会秘伫壁角偷笑。毋过，若甲税金、配搭的运费扣掉，轻有0.1，就算袂歹啊！正经是要扣无目屎，讲都无人要信。总是没趁的货啊，若照用现金在买卖，也有足侪人抢要做。反正的，若无趁甲半仙，食饱换枵的生理，无人肯做。加工过，才个卖互下手的货仔，决定爱掠较好趁。料钱、人工、税金、运费扣掉莫算，若趁无加2-3成来食烧食冷，实在袂好盘。加工的头尾愈长愈济改，就愈好趁。小可换样改装，外形变较水款，亲像查某人穿衫、装摊安尼，颠倒会当甲人客变较济钱转来。花啊，若卖互迄款较大间，有请过价出力的工厂公司，交关拢用写的。月底甲欠销揽我来，做一摆清算。过月开出来的，是一张3个月后兑现的机票。头尾总册4月日才看到银票啊！命若较短，凡说领无食无，才是冤枉。啊若水到地啊，政府啊生菜瓜，互伊倒去。4月日的汇款即时变拍销，钱额若细，是犹无准问着，碰着大度的，一声店若无倒，则是奇。作者那春水。